国际消息来看，香港立法会选举今仔日照常举行投票。专家讲，因为这届丰福湾的大火，真侪选民还阁伫咧火灾不满的情绪当中，这一届投票率可能会较低。香港丰福湾大火夺走至少159条人命。香港政府讲，救灾优先，一度暂停所有甲立法会选举有关的竞选活动。不过，因为香港的法律对选举的日期有真严格限制，引来香港特首李家超也以限制特殊这原因，宣布第8届立法会选举照常来举行。这摆符合资格香港选民超过413万，为了方便投票，香港政府将投票时间延长，一直到暗时11点半为止，比顶一届加2点钟。选举结果会在隔天透早来公布。顶一届立法会投票率只有30.2%，有专家分析，这摆选民因为伫火灾甲不满的情绪之下，投票率恐惊会偏低。引来到下晡3点半，也就是加总投票时间的一半，这个投票率是19.7%。我就擔心即係雲福嘅事情，令到嗰個選票會低啦。但係我希望身為香港嘅居民，雲福嘅事情已經發生咗，咁希望都積極出嚟投票啦。本身我對於呢個選舉都冇乜特別期望㗎啦，其實咁所以其實佢如期舉行都對我冇乜影響嘅。咁但係可能對其他居民嚟講話即係真係咁大件事發生咗啦，大型活動出嚟，可能對佢嚟講有其他唔好嘅心情。根據法新社報道，這擺香港選出90名立法會議員，不過其中只有20席是直接選舉來產生，剩下161名候選人也攏是經過資格審查委員會核准，確保因愛國愛港才獲得參選議員席次。另外，為了在災難氣氛中有關投票率，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投票時呼籲選民積極投票，除了愛選出堅定愛國愛港的民意代表，也為要推動改革，祝福災民投下一票。投票日即天，大約有100名警察佇發生大火大埔福灣周邊來巡邏，安全工作也真周全。公視新聞，新樂培編譯。